Hello， 大家好！相信唔少朋友都留意到，自從中九龍繞道通車之後，由啟德跑道區出發，無論去九龍站定係香港站，車程都真係快咗好多，交通都變得更加暢通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行呢條新路呢？今日真係好開心啊！可以受到發展商新鴻基嘅邀請，帶大家親身嚟到啟德跑道區，參觀佢哋呢個被譽為區內最巔峰之作嘅奢華住宅天璽海。天璽海全盤只設大約439伙，主打4房大戶型，設計盡顯氣派。今日我會重點同大家睇兩個經典嘅戶型，分別係約2196尺同埋約1124尺嘅4房單位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一出 lift 已經係屬於單位嘅私人電梯大堂，私隱度十足，內置鞋櫃位，方便收納，仲有一個小嘅衣帽間。首先帶大家參觀嘅係位於第一座23A 嘅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約2141平方尺，約198平方。入到單位會係大約6.2米闊，連接約12米長特大露台嘅客廳，空間感非常震撼啊！項目叫得做天璽海，最突出嘅當然係無敵維港海景啦。單位坐擁遼闊景觀，彷彿成個維港都臣服喺你腳下。入返室內，見到 Island 為核心嘅空間設計，隔離嘅復古餐車將美學思維融入日常互動之中。廚房入面櫥櫃選用意大利品牌 Aquilia， 工作台面採用高級人造石。設備方面仲加入多項頂級家電，包括美國品牌10CVO雙門雪櫃、德國品牌 Miele 嘅蒸焗爐。仲有洗碗機同電磁爐等等，全面滿足大宅宴客同日常烹飪嘅高品質需求。仲有個工人房，全屋最正嘅就梗係主人套房啦，採用大幅落地玻璃窗設計，將最靚嘅維港景觀引入室內。套房面積超過400平方尺，設有2面落地玻璃，可以盡覽270度嘅維港景觀。空間足夠劃分睡眠區同小型偏廳，盡顯豪宅氣派。房內仲設有大型衣帽間，以及採用酒店式6件頭配置嘅主人浴室，配備雙洗手盆、浴缸、獨立淋浴間，甚至貼心加入德國品牌化妝品雪櫃，奢華細節處處。另外3間睡房同樣設計實用四正，而且都係套房設計，將每位屋企人嘅私隱同舒適度推向極致啊！然後我哋一齊睇下第二個單位。呢個係一個大約1124尺嘅4房大單位。如果你覺得頭先睇嗰個單位已經好正，咁呢個單位我會形容佢係一個精華濃縮版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佢嘅空間規劃更加緊湊，更加精妙，但係所有嘅豪華配套同埋尊貴體驗係冇少到㗎。首先，私人電梯大堂繼續會有，一樣係一部電梯直達你屋企門口，私隱度滿分。行入單位，最大嘅賣點仍然都係個景，坐擁無敵嘅煙花海景。無論係招呼朋友定係每日自己對住個海，個感覺都係咁開揚、咁舒服。單位嘅間隔都好實用，廚房高級設備亦都會連埋工人房。無論係宴請朋友、舉行 party， 定係單純同屋企人朋友把酒談心，都絕對係一大享受啊！4間房入邊有2間大房，尤其係主人房，都係正正對住個海景。你可以想象下，朝早一擘大眼就見到陽光與海，係幾咁寫意。最後，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實際嘅市場情況。
我哋都整理咗近期一啲類似嘅單位成交價，等大家可以有個實質嘅參考。睇完單位之後，我哋同大家睇埋個會所。會所總面積大約8萬平方尺，以園林水景為主題，包括35米嘅戶外泳池、20米嘅恆溫泳池。另外，亦有24小時健身室，仲有音樂室同埋電競空間。希望透過今次嘅介紹，大家對天璽海有更多嘅了解。如果有興趣，都可以約我哋參觀㗎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！